来继续来看中华和美一间透天厝，今年1月发生着大尸案。一个40岁男子死伫个2楼的房间，双脚是呈现着8字形，倒手甲正手的手部拢无去。相关的单位研判，死亡的时间超过1年，而且推测这2支手部的消失，可能是风化造成的。但是死者老母无法度接受，认为后生是去互杀害的。若法医交代成功，遗体要风化到骨头完全消失，至少需要30年。中华和美一栋透天面体，今年1月发生着一件离奇的命案。一个40岁姓杨的查甫人死伫2楼的房间，遗体伫面床顶，头壳挖汤丝瓦，双脚是8字形的动作，双手的手掌阁离奇消失。法医研判死亡的时间超过1冬。转来拢无人看的吗？无。拢无人看啊！啊，毋着拢澹内底。对。姓杨的查甫人伫2012年的时阵，捌搬到屏东，和老母大做伙。伊坐火车准备对中华徛家进前，甲老母敲最后一摆的电话。了后就无消不失，一直到今年1月，老母才接到亲情的通知，后生已经变做尸体。奇怪的是，双手的手掌拢消失。老母这期死因无单纯，严格检察官以死亡原因不明来结案，做老母的未当接受。全力调阅相关资料，收集一切可能之证据，进行查证当中。法医高台刑事认为讲，确实死亡的原因，敢若1冬，无可能连骨头拢无看。但这镜头吼，这骨头吼，你要放到怎无去，就是讲怎不见咯，这上无买30年。法医高台城补充讲，就算遗体已经变大数，也是当采集肝和油脂等等的检体，检验敢有药物的反应，进一步调查案情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